藍黃毛咧就天火同人啦，後邊5匹馬超強60北地連馬午夜快車啊，暫時墊落一對大番薯同埋咧就鄉村樂韻嚟㗎。好啦，咁啊過埋呢個600米段處啦，成萬金就放啦，生勝利啊第2位啦，辣得今日第3，第4位63中檔天天灑落啊，內藍黃毛咧仲有天火同人啊，揈出去外邊追啦，胡椒軍曹啊同滿滿啊，最出係超強60馬冧，中間仲有北地連馬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勝萬金拋嚟咗個零身位啊，中間位置追嘅馬有辣得金啊，中檔位置上緊。仲有呢隻同滿滿啦，大外檔係超強60啊，埋邊追上嚟，仲有鄉村樂韻，最後100米到啦，中間頭出係辣得金，埋邊位置係勝萬金，中間位置第3咧，仲有鄉村樂韻，出邊追上嚟。